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愿主赐福我的妈妈，派天使保护她，愿主的爱围绕着她，愿生灵充满着她。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妈妈，谢谢你，谢谢你的爱陪伴我长大，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你，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你同在。每天我在耶稣面前为你祝福祈祷，妈妈，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赐恩典给他，虽不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但我知主耶稣一直与他同在。妈妈一生无悔付出，不求任何回报。耶稣保守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祷告。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妈妈同在，愿主赐福我的妈妈，派天使保护她，愿主的爱围绕着她，愿生灵充满着她。耶稣，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主的恩惠慈爱常常与
感谢神，今天是母亲节的一个主日，让我们一起在神的爱中来到神的面前，也感谢神，让我们经历有母亲般的慈爱与温暖在我们当中。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开口，一起来唱。星星的祷告。
活出来，并且献给我们最爱的神，以及献给我们最亲爱的人心、最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是奉你，你的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
我们要完全顺服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得以释放重担，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得以侍奉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光继续照耀我们，引领我们未来的每一步，使我们能更有力量来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接下来我们要来起印，要请儿童牧区来起会众来印。好，请儿童牧区，请儿童牧区起。请珠海岛的人啊，你们来听；远方的人啊，你们都听我啊！我出生以前，上主已经选召我，我为主母来，他已指明呼唤我，他使我的话锐利如剑，他亲手保护我，他把我造成像尖锐的剑一般。随时可以发射。他对我说：“以色列人啊，你是我的仆人，大家要因着你而赞美我。”我说：“我努力工作，可是毫无效果。我用尽力气，仍然一事无成。但是我可以信赖上主为我伸冤。”上帝会照我的行为奖赏我。在我出生以前，上主已经指派我做他的仆人。我要你为他的子民雅各，并为四散各地的以色列人民。上主赐给我光荣，上帝是我力量的来源。上主对我说：“我的仆人啊，我要你复兴雅各的各族，并为以色列的子孙。我还要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我要你成为万国之光，使我的救恩普及天下。”
太小声了，再一次。掌声鼓励鼓励。13章8到13节，爱是永恒的，爱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恩赐总有一天会终止，知识也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讲道的恩赐也有限。可是那完全的一道，有限的就会消失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情感像孩子，想法也像孩子。现在我已长大成人，我把孩子气的事都丢弃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间接从镜子里看见的影像，模糊不清。将来就会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我现在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将来就会完全，正像上帝完全认识我一样。然而信心、盼望和爱这3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接下来是儿童牧区的戏剧演出，题目是《萨母尔的成长》，听见神，也记得妈妈的爱。很久以前，有一位妈妈，她的名字叫哈拿。不要看。黑色麦克风，黑色麦克风，黑色麦克风。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愿意把他献给你。
孩子，你要在神的殿中学习长大哦。萨姆尔的妈妈把小小萨姆尔奉献给神，让他在圣殿来服侍。萨姆尔慢慢长大，决心服侍神，也记得妈妈的爱。第三幕，每年的新衣。妈妈每年去圣殿看萨姆尔，都会带一件亲手缝制的小外袍。萨摩尔，孩子，你看，今年你要长高了。这件新衣服代表妈妈的爱，也代表上帝的恩典。谢谢妈妈，我会乖乖听仔细爷爷的话，学习认识上帝。第四幕，神呼唤萨姆尔。萨姆尔，老师，你叫我吗？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萨姆尔，萨姆尔，老师，你叫我吗？我没有叫你回去睡吧。萨姆尔，萨姆尔，老师，你叫我吗？如果听到声音，你就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萨姆尔，萨姆尔，萨姆尔，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萨姆尔，你要听，我是以色列的上主，我要在以色列人中行一件不同以往的事，我要实行公义，要实行。
掌声啊！音乐大声一点。妈妈，谢谢你陪我一起长大。终于演完了。来看前面，我们来拍照哦。摆一个可爱的 pose， 先把台下的灯打开好吗？脸可以台下的灯打开。好，看前面，1、2、3，下一个，爱心，啾咪，爱你哦。好，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哇，有人感动到哭了。这个要看小朋友表演哦，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他们可以这么受控啊，可以这么受控来演一出戏啊，简不简单？超级不简单的。我们来给我们的儿童牧区们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他们为我们预备这么精彩的表演。那他们今天透过母亲节演这个小小萨姆尔，就是要来谢谢妈妈。虽然有的妈妈呢可以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但是世界上呢也有一些小孩子，在他成长的时候怎么样，妈妈就没有办法一直陪在他的身边。但是呢，像哈拿为了要感谢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他愿意把这个小小的孩子就奉献给上帝。然后，但是呢，他每一年都会记得，孩子长大了就要给他送上一件新的衣服，让他能够继续的穿着妈妈的爱在身上。那今天牧师要在母亲节，再次来祝福每一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在你小时候有过母亲节吗？我们在母亲节是从美国开始，但是呢，这个母亲节呢，100多年来，但是我们的现在呢，大家越来越看重母亲节，所以呢，看到今天哇，大家都是为了母亲节来到，为着妈妈一起来做礼拜，对不对？
不是为了母亲节的礼物来，是为了母亲来的。啊，我们是为了妈妈来做礼拜。但是呢，啊，在妈妈呢这么辛苦的当中，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我们呢，啊，这个是上礼拜牧师分享的，我等一下再来补充啊。一个小朋友，他要怎么样才会从一个小女孩变成大人呢？一个小孩子要怎样才能够算是长大呢？啊，这是牧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叫做成长啊，成长啊，成长啊，请大家说一次成长。好，上帝要我们在受圣灵的充满能够成长啊，有2件事情，要先专注爱神，才能接纳爱人。好，请大家说一次，先专注爱神，才能接纳爱人。所以成长这件事情呢，你一定要专注，专注，啊，专注在爱上帝这件事情上面。好，那上礼拜呢，我们分享，当我们专注爱神、爱人呢，我们要记得3件事情：停、看，还有呢，听。停呢，就是要停留在上帝的同在，领受上帝的话；看呢，就是要看重耶稣的榜样，他怎么样教导我们，使我们完全；听呢，就是要听从圣灵的提醒，让我们不要沾染世俗的污秽。所以，爱神爱人的行动就是停、看、听、停、看、听。但是呢，圣灵除了让我们停、看、听，圣灵还要让我们不断的长大、成熟。好，所以呢，刚才问大家，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吗？不记得了。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这张大概几岁呢？来问我妈妈。这张几岁？大概2岁吧。2岁。我现在呢，52岁，今年52岁，这个是50年前的样子。好，你觉得我是像小朋友还是像大人？像小朋友啊，经过了50年，经过50年，这个小朋友呢，嘛变做一个牧师大朋友，大朋友，变做一个大朋友。啊，这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出世的时阵，这个嘛不是出世啊，这可能只能会我1、2岁的时候，但是呢，要怎么样让一个小孩子能够成长像大人呢？其实简单还是不简单？但是妈妈有没有办法一直让这个小孩子告诉他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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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办法一直。所以谁可以让我们真正的从小朋友成为大人呢？除了妈妈、爸爸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还有圣灵保惠师。好，我们说的是圣灵保惠师。所以我们要能够从小朋友变成大人，就是我们需要有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年的暑假，我们有这个夏令营。每一年的夏令营呢，就会看到哇，我们有这一些的小朋友、年轻人、同学，他们来当志工。在这个营会的当中呢，你会瞬间发现，哇，小孩子他们怎么样？长大了呢。过去呢，他们只会耍赖呀，最会他们只会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是给我，然后呢，像小朋友一样。可是呢，在这个夏令营的当中呢，你会发现，哇，这些国中生、高中生、学生们，他们都成长了，他们很会照顾小朋友，他们也长大。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我们把孩子的事丢弃，把什么事丢弃？孩子的事情丢弃啊！上帝要我们呢知道，孩子呢，如果你永远都想要当小朋友，有没有不想长大的？有没有不想要成为大人的？有啊，很多人都想啊，我最好可以永远当小朋友，最好可以像这一些的主日学、儿童牧学的小朋友一样，这么快乐。他们在台上演戏会不会紧张？不会，谁会紧张？大人在紧张。爸爸妈妈在紧张，小朋友呢，他们一点都不紧张。可是呢，这是他们很棒的特质。上帝要我们有时候呢像小孩子一样，可是上帝要我们有时候把小孩子的事、孩子的事情，就是孩子的脾气、孩子的思想，要把它什么丢弃，要把它丢弃。这是我们家呢3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哦。刚才那个小朋友呢，
你们看到小朋友现在呢，后来他也当了爸爸，他有3个可爱的小朋友。我看到这小孩子呢，哇，这是我们带他们去露营的时候呢拍的照片，看他们有没有很开心？这张照片呢，大概也是12年前的照片。可是呢，他们现在呢都已经长大了，会不会这么开心？现在你要看那么开心呢，很难呐，很难，除非你给他红包。哇，你请他吃饭，他会不会笑这么开心？不会。你煮饭给他吃，会不会笑这么开心？只有你给他什么？这是你们说的。你要让你的现在的青少年你可能送他一个新的手机，他会笑得开心。但是几天之后呢，又会摆个脸。我不是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的青少年呢，现在的年轻人呢，你要看他们笑得那么开心呢，怎么办呢？其实就让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儿童牧区的主日学，参加阿嘎佩，让他们能够一边唱歌一边敬拜，让他们能够呢快快乐乐的敬拜上帝。上帝不要我们把这个快乐丢弃，但是小朋友那个小朋友的这个情绪小朋友的这个容易被骗上帝要我们把它丢弃掉。所以呢这是我们刚才我们一起去露营的时候呢，小孩子都会成长，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说这么小呢？小朋友永远长不大。上帝要我们长大成熟，要我们学像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牧师呢要透过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告诉我们要在3件事情上面成长。上礼拜哪3件事情？听、看、听。今天的3件事情呢，叫做信、望、爱。大家说一次：信、望、爱。首先呢，我们要在信、望、爱上成长。我们把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情感像孩子，想法也像孩子。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了，我把孩子的气的事都丢弃了。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孩子气的事情，就是小朋友的单纯，这个你要把它留着，赤子之心你要把它留着。可是孩子气，就是孩子呢很容易耍脾气，按这个生气、血气、本气的事情呢，要把它丢弃。你要长大成熟。丢弃的意思呢，丢弃的意思就是让它不会发生作用，不会影响你。丢弃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再被小时候像小朋友没有饭吃就好。刚才呢有一个小朋友要下台，他还想要表演，可是妈妈就把他拉下去，他就怎么样？我还要。这是孩子气的事情。可是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该上台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该下台的时候，我们就下台。信、望、爱呢，都是神要我们丢弃孩子的事情，但是要把真正的信、真正的望、真正的爱把它留下来。首先呢，我们要在永信，永远的相信来成长我们请说一次，在永信成长。在永信成长。不是永信房屋但是在永信房屋成长也不错你要在永远的信心当中来成长。小朋友的信呢，我把它形容叫做什么疑？半信半疑。小朋友，你跟他说话，小的时候你跟他说，他都会相信。开始长大之后，他会怎样？半信半疑。真的吗？你不要骗我真的吗？可是呢，长大之后呢，你应该不再是半信半疑，要是什么？深知确信。你要深深的知道，深深的确信。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9节、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讲道的恩赐也有限，可是那完全的一道，有限的就会消失了。为什么我们会半信半疑？因为我们的什么有限？知识有限。对于上帝，你是相信还是半信半疑？完全的相信还是半信半疑？你相信上帝是100%的举手。好，50%的举手。0的举手。
灵的话，你可能今天呢，好是一个你相信上帝一个很好的机会。上帝说他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就是我们帮助对上帝的信心是从0能够进入到多少？100。所以你就需要经过不断的认识和了解。所以讲到的恩赐，这个呢，圣经的翻译讲到的恩赐，我们想说，哇，那我相信上帝，我要去讲到吗？现代台语的翻译呢，翻得很好。我们用台语第9节、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咱所望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分数嘛有限。唔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们现在的知识了解有限有限，可是呢，有一天传达上帝信息的温数，圣灵要把这样的祝福、这样的礼物给我们。今天小朋友他们有没有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你听到什么信息？萨姆尔很好，还有没有？熊住啊，你家很好，还有没有？他们在唱歌，有没有在传达上帝的信息？耶稣爱我。他们在敬拜，有没有传达上帝的信息？有。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呢，需要透过信心的成长，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信心的稳重。让我们呢能够相信上帝，从0到100%。而我们除了在永信成长呢，我们还要在第2个永望成长请大家说一次，在永望成长。上帝要我们的望呢是什么望？张望吗？左顾右盼吗？对小朋友来讲，这个望呢就是望眼欲穿。小朋友最想要的是什么？玩具。小朋友最想要什么？钱。你们跟大人一样，这已经不是小朋友了什么？小朋友最想要的就是游戏卡，游戏王的这个游戏卡。小朋友最想要的可能就是一个玩游戏。可是呢，想到望眼欲穿但是呢，到一个大人，他的望呢叫做什么望？忍耐、仰望。小朋友会不会忍耐？在小的时候，给我，我现在就要，现在不给我就怎样？他就哭啊，他就闹啊，他就生气啊，他就不吃饭不睡觉。可是当你长大之后，你会知道，我要得到，一定要经过忍耐，我一定要经过等候，经过时间。因为呢，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上帝会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刚才11节我们有读过，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情感像孩子，想法怎么样，也像孩子。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呢，他就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他好还是不好。可是呢，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12节。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间接从镜子里看见的影像，模糊不清。将来就会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我现在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将来就会完全，正像上帝完全认识我一样。所以这里讲到小朋友是过去，但是长大呢是对不起，现在的我们在上帝来看还像是小孩子，可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成长的方向。就是圣灵来，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将来面对面望就是看，望呢也就是一个 hope， 就是一个希望。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将来的自己？我在2岁那个照片，2岁的我看得到现在50岁的我吗？52岁的我吗？看不到。但是你现在可以在圣灵里面看得到在50年后的你吗？或是将来的你吗？圣经说，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间接从镜子，可是，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礼物来看呢，会面对面，清清楚楚。所以，将来的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什么的样子？我们要看得清清楚楚。虽然现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可是圣灵来，将来会对上帝的认识怎么样？完全。你会知道上帝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
什么是上帝看重的，什么是上帝不爱的、不喜不要的，你就会去看重上帝所看重，而上帝所不看重的，你会去拒绝。所以叫做忍耐仰望。我们要在信心成长，在盼望成长，最后我们要在永爱成长。我们一起说，在永爱成长。小朋友的爱叫做爱恨分明，你喜欢的就喜欢，只要我喜欢的，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他不要的，你给他不吃的青菜，他会不会吃？他不喜欢喝的牛奶会不会喝？但是妈妈，如果你当了妈妈，你不喜欢吃的青菜，你知道对小孩子有营养，你要不要给他吃？你知道这个牛奶你小时候不喜欢喝，可是为了帮助你的孩子长大，你自己要不要给他喝？这就是妈妈当小朋友的时候呢，叫做爱恨分离。可是长大之后呢，你会因为爱孩子而愿意去做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13节，好，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信心、盼望、爱这3样是永存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台语好，安尼信、望、仁爱这3项继续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好，我要放这个影片啊，帮我按一下连结。好，在我们这一期呢，好救助协会1919的特刊当中呢，主日的时候，当面跟好，我们这个服务的从头，把它从头，对，谢谢。好，这是我们去访问一位姐妹，她虽然呢没有当妈妈，好，请把台上的灯关掉，可是呢。她却呢，像妈妈一样照顾她的弟弟妹妹。她是一个养女，可是呢，在这个养父母都走了之后呢，她负担起这个照顾弟弟妹妹像妈妈的责任啊。好，她今年72岁，她的故事呢被1919发现，所以拍的这个影片，好，灯把它关掉。在62岁，因为糖尿病没有按时吃药，以致视网膜病变，一夕之间变成。眼前一片黑，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我那时候。也没时间去想别的事，我只是想要多赚一点钱，当夜总会去那里做经理。有一个很帅的男人，他是跟我讲非常残酷的一句话：你认为你们8大行业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说，就像这个平地啊，坑坑洞洞啊。有些是粪坑啊，粪坑满了，就会跑出一些蛆来，污染这个社会。等一下，我差40、50岁，我经济好转了，我赚得多，弟弟妹妹也都长大，也都成家了，我就放松自己。对人生也不知道怎样，我就沉迷于打麻将，打一打，后来就糖尿病。我没有想到，当医生跟我讲，我这个眼睛以目前的医学。不可能再恢复视力。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不能适应这个光跟暗的转变，我又摔又跌，跌的牙齿也断了好几根，鼻梁也断，头也破了，缝了10几针。我的生活大风大浪。
但是到最后眼睛看不到那一刹那，一切都是空。请问哪位？我们是陈牧师。等一下哦。OK， 请进。好，我们开灯喽。好，谢谢，请进。啊，谢谢。好 ，OK。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他们的爱心，促进我能够申请到1919的食物包，让我能够额外的补充一些很少吃到的这些物资，而且日用品上，他们也帮助我很多，也省了我很多的经济上的困难，很感谢他们。他的记忆力非常好，然后也很乐意帮助别人。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是临时没有房子住，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但只有这个碧莲姐就是邀请她住在她那个租的地方住了大概几天，直到找到房子。就是那种福音聚会还是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个人来带我去？去参加。你很想参加福音？没有，其实我主日也很想去，只是我不敢麻烦你们，因为至少我都需要人家带这个会造成你们的困扰。你们特别安排为我做这些事情，我很想感恩，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说去聚会，主日的时候当面跟你们说谢谢。好，咱来为碧莲姐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真感谢你，请你阮来将这个1919的食物包送到你碧莲姐伊的厝底。也感谢你通过伫这个社会最遮的好心善心的人士，把这些资源来分享，送到真正有需要的人的家中。圣经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两眼全盲，对这个人生当中也陷入一片的黑暗，但是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让我们很佩服虽然他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窝的当中，但是他也也会关心别人。他是个很感恩的人，然后他就会很想说，我吃了这些食粮，那我能付出什么？每年就是他有多的红包，他就会再奉献给教会。今天的时候，他有时候我说你们给我一个那我麻烦，因为我行动比较不方便，你就我红纸袋有收了，我另外用这个红纸袋，你就把我奉献给教会。好，谢谢。等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说请我们帮他把灯关掉的时候呢，我们才意识到说对，他其实他是不需要有灯，整个房间变暗的那一刻，就开始可以感受到说这就是他的人生，在这么黑暗的地方，不是靠眼睛然后这样子去探索去摸索，可是他却用心中的眼睛，把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事，或是把他的过去、现在、将来都能够反而因为这样看得更清楚。我觉得食物银行是给这些在黑暗中的人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因为有这一丝丝的希望，他们不会觉得绝望，不会觉得看不到明天。所以真的非常感谢食物银行，还有1919，给这些在黑暗中的人，给他们有这么一丝丝的希望。希望我的弟兄姐妹，我的亲朋好友，自己在什么各个在工作岗位上、家庭上，都能够幸幸福福，每个人都有快乐的人生道路。奉主耶稣的名，请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的爱使我们在黑夜中看见光芒。上帝的爱使我们在黑夜中看见光芒。
好，我们看见这位碧莲姐在影片当中把她化名，把她化名，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她的生命的故事，是一个养女，但是呢，她却要照顾弟弟妹妹，所以最后她的祷告呢，也是为她的弟弟妹妹的小孩子，为他们来祷告。好，这是一个在社会上真实的人生。好，但是就在我们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能够不再做小孩子的事情。好，在圣经说，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都要长大成人。你要怎么样长大成人呢？就是把孩子的事情丢弃，不要只有想着自己，不要只有看着自己的困难，而是像这位碧莲姐妹，她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她自己在暗暗的房间当中，她也每天早上一样会在窗户旁边祷告，为家人、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她的身边的人能够来认识神来祷告。所以我们要神要我们从孩子变为大人，信、望、爱这3件事情呢，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深知确信，然后还要忍耐仰望，最后还要彼此相爱。我们再说一次：深知确信，忍耐仰望，彼此相爱。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圣诗呢。好，叫做耶稣听我，我知明。我们来念第1节的歌词台语，请。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软正，耶稣会听小命命。好，你相不相信耶稣爱你？现在相信，将来相信，永远相信，在永信成长。第2章的歌词，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听我，伊有死，有将天门开到离，我的罪过伊洗净，予伊细囝入内面。你相不相信你会进到天堂？相不相信耶稣为你打开天堂的大门？台语说开到离，就是说那个门不是只有开个缝，是把它打开，打到全开。所以你要有这样的盼望，永远的盼望，耶稣为我打开天上的大门，让我能够进天家。所以我们要学习忍耐仰望。第3节，好，来，耶稣带我3冬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见天白。听伊到路尾，就是要爱耶稣，是永爱、永远的爱。你怎么知道你爱耶稣呢？上礼拜分享的，就是你没有去爱人如己，有没有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这才是你真的爱耶稣、爱神的表现呢。在下礼拜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上帝要我们在这5件事情上面都要给我们祝福，让我们能够专注爱神、接纳爱人，能够把爱神、爱人变为行动。而当我们开始行动之后，我们就会怎样？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下礼拜好，我们要分享最后一个信息，就是责任。好，怎么样能够成为尽责？好，愿上帝祝福我们。好，特别在今天的母亲节，想想你的妈妈，她本来也是一个小女孩，你的妈妈也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可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是不是小女孩？她都不是小女孩，她已经长大成人，她为我们付了很多的辛苦的代价。所以，让我们在母亲节这一天，好好来谢谢他们，想念他们，也感谢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母亲节，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敬拜。我们也透过信、望、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在永信上成长，在永望上成长，还有像妈妈一样，能够在永爱上成长。让我们不再做孩子，把孩子气的事情通通丢弃，让我们能够学像耶稣基督长大成熟的样式，能够来荣耀神，也能够使家人、周遭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次来唱圣诗啊，耶稣听我，我知明。咱直接来唱，好，请坐着来唱第3节，唱华语，再请大家站起来。耶稣听我来，耶稣
听我在面，因为记在你圣经，细汉囡仔虽能吃，耶稣会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圣经，耶稣听我，伊有时有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我已洗清，予伊洗行你来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心里。请起立，我们唱华语。耶稣爱我，伴我走，在我身边常保护我爱他，紧跟随，他要领我见天父。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一生经告诉我，主耶稣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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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跟旁边的说，主耶稣爱你，爱你，主耶稣爱你，主跟妈妈说，耶稣爱你，跟小朋友说，主耶稣爱你，一生经告诉我。哈利路亚，请坐。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在奉献以前呢，我们用这首诗歌，好来谢谢奉献一生的妈妈们啊。这首诗歌呢写得很美，叫做《风和爱》。好，风和，等一下，好，先奉献带先不要传，我们先一起来，好来唱这首诗歌。清风吹过树上，树叶儿呀片片呀，看不见。今天的奉献，除了感恩的奉献，也是一个祝福的奉献。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看见，不能测透，认识神，认识神，用心里写就，用心里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和爱。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表达你的感恩。清风吹过树上，树叶儿呀片片呀，看不见，找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
知道。请起立。不能看见，不能测透，认识神，用心里献上，用心里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和爱。当你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不能看见，不能看见。是的，神的爱就像妈妈对我们的爱一样。认识神，用心里寻求，用心里接受，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和爱。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再一次。当你亲身有了体验，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橘色。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参加这次母亲节的礼拜，也祝福每一位妈妈的付出能得到神的祝福。求主赐福每一位妈妈都青春美丽、健康快乐。我们献上才能、金钱，求主悦纳。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们到场啊，等一下我们再来郑重介绍。好，那因为今天我们来的人很多啊，所以我们有一位留这个名单的，好，只有收到一位。好，王秀慧姐妹，好，坐在这边，我们拍手来欢迎。她从观音，好，她从观音来参加礼拜哦，好，要花1个小时哦。好，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是在你旁边的？好，有没有？好，有哦。好，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请你们站起来。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请你们站起来好吗？好，请他站起来，我们来欢迎他们。好，上帝祝福你，也希望你能够常常都能够来到教会，好，来一起来敬拜神。好，那我们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位哈，也是新朋友，谁的朋友？好，吕姐妹，好，我们也拍手来欢迎吕姐妹。好，淑清姐带来的吗？好，淑清姐带来的朋友，好，欢迎，请帮我们留一个资料。好，感谢，请坐。好，那我们要来报告，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啊。好，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11节，我们先念台语。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我既然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好，华语，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情感像孩子，想法也像孩子。现在我已长大成人，我把孩子气的事都丢弃了。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好，我们来看一段影片，是前天松联团契好去玩的影片。关灯。好，这次松联团契呢，不是只有去玩哦，他们去到全新竹中会最老的教会，155岁哦，叫做鲤鱼潭教会。不仅是新竹中会，还是北部大会、台北中会、七星中会、东部中会、新竹中会最古老的教会啊，在鲤鱼潭有没有去过？在什么地方？苗栗
苗栗的三义乡哦。虽然教会很小，但是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八仔族的文化。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听到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八仔族呢？他们的体力很好，他们呢要帮那个官员送信送到台湾府台南呢，他们是用跑的，所以呢从台湾的中部呢跑到南部啊，跑到南部来送信啊，这就是我们的八仔族啊，平埔族。在那边有附近著名的就是圣心车站、龙腾断桥。你来就好我，上帝恩典这么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人生的希望拢伫这，上帝甲咱听命命。我们的松联团契呢，虽然号称松联团契，但是大家都很年轻，形态加用，要爬山，要去看马戏团，都跟得上，而且呢，出去一整天，今天问他们回家会不会累，我说不会累，哇，非常的厉害啊！好，我们给松联团契们，等一下，好，他们还要唱一首歌哦。什么歌？期待再相逢哦，再会，再。好，抱啊声鼓励一下。这个我们的教会的长辈们松联们这个愈活愈少年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松联团契。好，今天呢，我们等一下会来赠送母亲节礼物，稍安勿躁。好，那但是我们今天呢没有你想拿了赶快跑没有那么简单。牧师祝祷完才可以跑。但是呢，我们今天没有爱餐，但是会送给大家一人一颗包子，是这个桃园非常好吃的包子。为什么只有一颗呢？因为你们等一下还要去聚餐，还要去吃大餐，所以这个包子呢当点心就好。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儿童牧区，请儿童牧区们站起来。儿童牧区在这边，请你们站起来，谢谢你们。好，今天的服饰棒不棒？赞不赞？厉不厉害？好，再来一次，从头再来一次，好，很辛苦哦，请坐。好，他们真的很用心在预备。好，还有前面有4朵可爱的小花。好，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从一个种子，然后呢发芽，最后开花。有看到吗？你们有看到？只有坐第一排的有看到。好，坐后面的看不到。不过呢，我们把它录下来，回家来看录影啊。好，我们也为他们来祝福，好，让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一生服侍神。好，那我们在什么？还有家亲对，我们除了有儿童牧区之外，还有带我们今天敬拜的家亲国中生们，好，也请他们站起来。好，在这里，这里也有还有我们的伴奏，好，来。谢谢你们，好，这个青少年比小朋友更难叫，好，你要请他们出门用轿子抬，他不要来，好，他也不会来，好，但是只有神的爱叫得动他们。好，那我们在5月24号，好，有长执会，好，请长执们在520提出报告，好，那我们的总务部会呢在下礼拜，好，那我们这礼拜3的祷告会，好，欢迎弟兄姐妹一同来参加，是礼拜3晚上的8点，好，那我们的敬拜部呢在下礼拜要开会议，好，还有我们的松大讲座，这礼拜3，好，是江儿老师分享家庭学会美好人际关系，好，那我们在端午节，好，今年端午节是几月几号？好，在6月，好，6月第19啊，6月，所以我们有这个有爱
基金。好，那我们在组员当中，家庭有需要，好像刚才我们看到影片的这个曹碧莲姐妹，好，那也是我们去关心发掘的。好，我们也可以来透过友爱基金来关怀他们。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的儿童营啊。好，今天正式来介绍好阿嘎佩第19届的儿童夏令营啊，叫做新世纪福音勇士，请大家说一次。应该是第20届。好，我们的第一届是2006年开始。好，那我们今年是2026年。好，那所以我们是儿童营的第20届。好，叫破解网络成瘾。好，那营会呢是开暑假的第1周，7月6号到7月10号，礼拜1到礼拜5，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好，那费用是每个人2000块。好，早鸟优惠呢多少钱？要不要来？名额多少人？上面没有写100个人，好，100个人，好，如果你超过100个之后，101个报名呢就要候补哦，好，候补，好，所以什么时候早鸟优惠截止？5月29号，好，那怎么报名呢？你可以放我们的周报的 QR code， 我们来看一个30秒的影片哦。现在的小朋友呢，好，非常喜欢看什么机，还有网路，好，但是呢，今年的营会呢，好，就是要避免他们网路成瘾，好，怎么避免呢？就来参加就知道啦。好，所以呢，跟你旁边说，好，5月29号早鸟截止。5月29号早鸟截止，这是给国小到小1到小6好的小朋友。好，那么也欢迎国中生可以来担任志工。好，我们会有志工时数。好，在1个礼拜当中，他就可以拿到40个小时。好，40个小时的服务时数哦。好，他国中3年的时数全部都可以拿完了。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有给国中以上的青少年的营会是在8月底，8月20到8月22，但是这个早鸟优惠呢要更早，好，是在5月17号，下个礼拜天以前。好，地点呢是在新竹的圣经书院。好，那主题呢叫做哇撼动星球。好，大家说一次。哇，撼动星球！好，那这次呢是有很多北部、桃园、台北、好新竹好的教会的青少年一起一起来举行哦。好，那它的费用3天2夜，礼拜4、礼拜5、礼拜6，3000块，贵还是便宜？好，所有包吃包喝包住，好都在里面。好，但是如果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呢，教会补助1半，好，所以他只要缴1500元。好，请把握这个早鸟的优惠。报名表可以在教会的中岛可以来索取。好，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国中、高中、大学生呢，可以踊跃来参加。几月几号呢？8月20号到8月22号。另外，这个礼拜6不用缴费的，好，是我们的青年的敬拜赞美之夜啊，是在礼拜6的晚上6点半。好，那么有邀请永光教会的青年敬拜团。永光教会的敬拜团呢，好，他们曾经带领在马街来台150年的时候呢。好，他们有带领的这个上万人的敬拜哦，好哇，非常的活泼啊。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哦，是我们在上一次3月份的敬拜赞美之夜。就如果没有耶稣在我生命中，我能够不屁不嫩不拽不凶的享受音乐吗？那这个问题我就会觉得没有办法。那神要找的也不是要一个完美的人，他要找的是一个愿意回应的人。今天是一个敬拜赞美之夜。好，敬拜赞美之夜呢，好，就是我们要透过诗歌能够来敬拜，好，能够来亲近神。
我生命中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有人能够来指引我道路。耶稣看见是他的什么？看见是他的未来，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敬拜是这4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敬拜是选择人生路，敬拜是显出神作为，敬拜是走出舒适圈，敬拜是敬拜主耶稣。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是否愿意让耶稣打开你的眼睛，恢复你心中的光明？失去我身上的羞愧，失去我生命当中的痛苦，失去我生命当中的痛苦。求主耶稣医治我的生命，要单单的敬拜耶稣。我的生命要单单的敬拜耶稣，单单的爱耶稣，单单的爱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要邀请每一位举手的弟兄和姐妹，勇敢的走到台前，就好像耶稣叫这位瞎眼的走出来，走出来。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加深，长老在哪里？在这里。好，我们跟你旁边说，5月16敬拜赞美之夜，欢迎参加。5月16敬拜赞美之夜，欢迎参加。喂，好，大家平安。我是志工队队长，牧师要请我上来跟大家报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哈。第一个就是在周报上面我忘了登记，好，所以在周报上面看不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志工一日游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哈，请大家注意来听哦。我们5月23号我们有举办1年1度的志工一日游，那我们要到飞牛牧场去。好，那我们的内容呢很精彩，我们有童军神的教学，然后有认识植物，还有 DIY 游园烤肉。那整个的费用包括门票，包括所有的车钱都包含在内哈。我们原价是1200元，那只要是本会的志工参加就是600元。好，那如果不是志工的是900元。好，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名额还有17名。好，那欢迎弟兄姐妹，特别欢迎志工哈，那踊跃来报名。好，那如果要报名的，就是跟我来报名，还有总干事。好，以上报告，谢谢。好，5月23号志工一日游啊，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来报名。好，我们这时候呢要来为5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庆祝啊。在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总共有71位名单。好，你是5月份生日的，请你站起来好吗？请你先站起来。我们要来为他们唱生日快乐歌。好，5月生日的这么多哈，那可以麻烦你们走上台好吗？好，我们留一个回忆啊，请你们走到台上来。好，5月的寿星，好，那我们请我们的招待来发生日小礼物。好，来5月生日的弟兄姐妹，请你们上台。还有我们教会目前年纪最大的赎月节秀华这样，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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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怎么那么多快乐，祝你生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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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祝你生
慧90岁哦，90岁举手。哦，哇，太厉害了，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哦，有这么多5月的寿星，这边加起来大概有2000岁。好。都能够长长久久。好，上帝祝福你们。好，我们一起人来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今日我真欢喜，会当为着伫台下顶，搁有伫阮的周报顶悬，有遮济兄弟姊妹伫这个月来庆祝生日。我也求上帝，你赏赐予因有健康的身体，有聪明智慧，让长辈们能够身体更强健，让小朋友们能够更加的健康喜乐，也让每一位正在工作或是在人生事业中打拼的弟兄和姐妹，让他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爱、上帝的帮助，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透过母亲节的这一天，一起为他们献上祝福，也愿上帝赏赐因的脚步，赏赐因会当平安稳当，会当一世人甲主社会行，得到上帝大大的恩典满满。阮同齐伫主面前献上的感谢、祈祷甲祝福，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妹，好，拍个合照，看一下前面，1、2、3，求起来。好，生日快乐！好，生日快乐，请回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生日快乐，好，然后来那个帮忙看一下啊，签一下，签一下，好，签一下。好，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报告，好，今天报告真的很多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好，小朋友、学生们期待已久，好，1年2次的好颁发生日助学金。好哇，小朋友开不开心？开心啊！好，我们要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儿童牧区的牧区长老舒成长老。大家好。麦克风。迦南教会设立生日助学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孩子们遵习上教会，从小就养成好的信仰习惯。不但如此，而且还需要在课业上认真学习，并且在品格上也有好的表现。那今年我们一共收到36位学生们的申请，那一共经过我们委员会审核之后，有33位是符合标准的哈。那以下呢，请念到名字同学上台哈。首先是国小，一共有18位，好，来念到名字上台好，来吴允成、陈新果、麦习安，来请上来，请上来，按照顺序。好，允成，好，继续念。好，赖以恩、吴莫言、黄恩宇、赵文一、魏领恩、严以乐、吴莫珍、吴双宁、林雨欣、陈明国、庄乔慧、吴生泰、黄家恩、赵文乐、简宇恩哈。那其中有几位是现在虽然是国一哈，但是因为我们是上学期的哈，所以像文乐哈跟宇恩，他们还是在6年级的成绩。好，这边好，我们那个低年级、1、2年级站前面，好，中高年级好可以站第2排。好，然后领奖代表，但是会请牧师来颁奖哈。好，领奖代表那个赵文一来。好。请其他的小朋友们哈到台下之后好，给他们鼓励，他们能够在学校有好的表现，在教会也能够认真的来参与。好，所以教会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奖助学金。好，接下来的话呢是国中的孩子哈，一共有5位，领导名字的请上来哈，来许志佑、简宇欣、张怡静、陈允田、简佳明，好，请以上念到名字，在场的孩子请上来。
在国中这个阶段要来教会啊，真的是不容易。很多的国中呢，都要补习。好，请牧师来颁奖。好，那因为只有5位了哈，就逐一颁奖。好，许志佑，恭喜你；雨欣，恭喜你；怡静，恭喜你；允田，恭喜你。啊，佳敏今天好，佳敏有在吗？好，那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下个礼拜呢，就是国中会考哦。好，那国中要人生第一次的大考，就在下礼拜6日。好，那我们也给要考会考的举手。啊，只有1位要考会考，好，加油加油！好，我们也给他们，好，要看前，要再拍一张，是不是？口罩。这个是我的小女儿。好，谢谢。接下来的话呢是高中的同学，下一页哈，来高中也是有5位，好，请念到名字上来哈，王子安、廖伯成、林心瑜、蒋一飞、陈允杰，好，上1位，几位了？就3位了。OK， 好，好，那请牧师哈。好，5位都到了，太好了。现在的高中生营养都很好。蒋一飞，好，一飞，恭喜。伯成，廖伯成，恭喜。新宇，恭喜。对，子安，恭喜。允杰，恭喜。好，这是我的大女儿。好，我们给这些高中生们啊，给他们鼓励。谢谢，恭喜。好，再接再厉。好，接下来是大专的，好，也是有5位，陈允琪、陈爱彤、陈毅、陈伟谦、许荣佩，哇，4位姓陈，只有1位姓许，那这就是我女儿了。好，请5位上台哈。好，还有1位在哪里？伟谦来了。陈毅，来，允琪这阮囝，好，这是敏哲的查某囝，啊，这是淑美好生，这个是舒晨的女儿，啊，陈毅呢？这个是卢珊跟怡韵的小女儿。好，我们给这些大学生们啊，给他们鼓励。好，恭喜！哇，开心啊，3600块。好，这次呢，委员会在审核的时候呢，有3位哈，因为都是出席的关系，没有达到标准，但是我们觉得有来申请的，我们就鼓励他，所以这次的有3位没有过的话，我们会在会后给这3位同学鼓励奖。好，请同学们可以踊跃来申请哦。好，这样。好，那我们的生日助学金怎么颁发的呢？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在你每一年生日的时候呢，可以为生日助学金来奉献。好，那怎么奉献呢？好，就是你1岁20块，10岁200块，100岁2000块，多还是少？啊，少啊！但是呢，我们鼓励大家，就是在你每一年的奉献的时候呢，好乘以20这样子来奉献。那这些收到的奉献呢，就是来鼓励我们教会的学生们，好让他们都能够领生日助学金。所以小朋友，你们想不想要领大学的生日助学金？想哈，对不对？你们现在多少钱？600。等到你大学的时候就可以领多少？6倍哦，好，就有6倍哦，所以大学还要继续参加，不是参加主日学，好，要参加青年牧区。好，那最后，好，我们终于要来颁我们今天的母亲节哦。好，那因为我刚刚看一下，大概有200多个妈妈哦。好，所以呢，为了要每个妈妈都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区一区来颁，好不好？好，那我们先从，有没有音乐？好。是有音乐，我们先从这一区的妈妈们，好，这一区的妈妈们，好，请妈妈们站起来，在这一区的妈妈，好，好，
小慧也是妈妈，没有站起来。好，还有吗？来，在这边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好，那再来，我们换这一区的妈妈们，请你们站起来，好，我们给他们拍手，谢谢你们，母亲节快乐！好，感谢你们每一年的辛劳，愿上帝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恁这唔免徛起来。哦，你已经摕到啊，哦，真快好。好，啊，拿到了，好，好，好，请坐，谢谢你们。好，拿到了可以坐下，啊，还没有拿到的先。好，再来我们换这一区的妈妈们，好，这两区的妈妈，好，请你们站起来，来，我们给这些妈妈们掌声鼓励鼓励。好，母亲节快乐，秀丽，母亲节快乐。从前面往后发，好，从前面往后发。好，谢谢你们，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好，啊，拿到的就可以请坐下。啊，大家都一样，好，不用看别人，大家都赶快。好，再来，我们请这两区的妈妈们，好，请你们站起来，好，妈妈叫你站起来。好。母亲节快乐！祝你们母亲节快乐！上帝祝福恁哦。啊，有人是空的吗？那个是道具，好，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这边还有啊，文杰那边还有。哇，我们的妈妈们真的非常的辛苦啊！哦，他们是我们教会，后面还有，哦，是我们教会最坚强的生力军。够不够啊？好像不够的样子。我要。哦，剩下这边，好，来请坐。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妈妈嗷嗷待哺。算一下，好，来我们再来换这一区的妈妈，好，请你们站起来，好，这一区的妈妈，哎，哦，你当妈妈了，她是你妈，好，还有，好，有吗？都拿到的啊，好，谢谢妈妈们。好，那我们再来这里三角形哦，这么多，好，然后从前面往后发，好，从前面往后发，好，来妈妈们，请你们站起来，好，拍手，谢谢你们，感恩，上帝祝福你，好，啊有拿到的就可以请坐，有拿到的可以请坐，啊还没有拿到的先不要坐。高兴哦，看到这么多的妈妈今天拢来做礼拜。好，那我们的这些学生们呢，好，他们要给妈妈来带来一首祝福的歌啊。好，我们等一下先坐着唱，好，我们先坐着唱。好，后面都有拿到的妈妈们，有。好，那我们再一次拍手，谢谢每一位妈妈，好，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个在我们那个红包里面啊，都有一个金句，好，金句，好，可以请妈妈们来念一次吗？好，你们已经收起来了，好，贴在上面的。好，有吗？在红包袋上面，好，预备，来念一次，预备，来。谢谢你们，好，感谢。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最后，我们一起大声来开口，唱
唱出火主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这首是不是有动作？你要不要来带？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我们一起来跳。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请大家起立。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现在呢，如果你的妈妈有在场呢，好，请你去给她抱一下，好，抱5秒钟哦，5秒钟哦。我们再唱一次给大家去抱妈妈的机会，5秒钟哦。母亲节快乐！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抱到妈妈了没有？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最后一次，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把感谢功劳归给妈妈们。好，愿上帝祝福妈妈们。在我们礼拜要结束以前呢，好，我们再一次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身心灵健壮。但是我们也要特别纪念那些妈妈没有在我们当中，或是呢没有儿女帮她过母亲节的妈妈。好，也愿神看顾他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还有感动，还有祝福，使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信、望、爱成长。把孩子的气的事情丢弃，能够学像耶稣基督美好的生命，
也感谢每一位妈妈们，她们一整年、每一年、一辈子的辛劳，也愿上帝赐福与她们同在。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恩、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次拍手来感谢妈妈们。那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好，请小朋友到台上。好，请国小的小朋友上台。好，大家请坐。好，大家请坐。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劫揣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信心。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你的应许，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最后的你的应许，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好，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侍同工哈，还有儿童牧区的孩子们，我们到这边好，嘉庆的服侍的一起来照一张合照。好，还有朋友。